在地人在地情。云林二仑乡的深坑社区，100年进前，若是做风台就会做大水，所以先民就伫溪边设一个石敢洞来拜溪王，这就是溪王祭。在地人希望这个已经传承100年的祭典，会当继续传落去。 社会乡亲搭饭搭行到新河尾溪，准备要祭拜石敢洞，祈求风调雨顺。这是二仑深坑社区已经传承100年的祭典溪王祭。咱较早就是无桥梁所以咱爱撩溪过新河尾溪迄个要转来的时阵，若拄着落雨，溪水若涨起来，就足危险的。 溪王祭除了祭拜溪王，嘛会拜石敢洞甲观音佛祖。其中石敢洞是因为1898年在地发生大水灾。石敢洞是咧不顺年的时阵做大水，溪花放传统请先来请示，就讲爱安一个石敢洞。 这个仪式唔但好大家感念先民打拼的辛苦，嘛好照安的客家文化继续发展落去。Hello， 我是冯维之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